下台湾有哪一条保育类动物呢？台湾的保育类动物来讲其濒临绝种有41种，珍贵保育的它有123种。大家好，欢迎收看维基百科。我今日出版先生李阳新，我也投入到台北市动物园做处理的，今年算第24年。今日来讨论的题目是有关台湾的保育类动物。也有多亚边的都市法审法怎样的生存下去，个人也就怎样的保护其他度。今日呢有3个同学老人向我讨论一下题目，也很请其他度介绍其解答。先生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钟家基。先生好，大家好，我是马彩优。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冠。可以有人对野生动物全部都有兴趣了其实野生动物嘅范围广泛，天当毕业路上走嘅、水当潮嘅，全部都到唔知唔晓得較介意哪種動物？我知道野生動物係東校嘅沙虎。我知道沙虎又像貓嘅，又像老虎，懂得影響。再有咧？我隔壁的动物是树懒，因为《冰原历险记》里面的喜德它是树懒，我吃到给懂得一下。老人懂参咩？我親中醫界穿山甲，因為佢真帥，佢有盔甲做嚟保護佢自家。其實人家就野生動物嚟講野生種動物全部都有飼啦故是講其他就當得人食，不過其他就數量嚟講當少，故是講當到需要人家嚟去幫忙去大家保護。基本上主要講人上課主要嘅東西同學對台灣嘅保育類動物有乜嘅問題嗎？先生，我想要請教一下。乜個係保育類動物？保育類動物嚟講到民國78年開始有實施嘅野生動物保育法。地方規定嘅東西嚟講就規定乜個係保育類動物。保育類動物其實嚟講分3種第一個就係講瀕臨絕種，就係7種嘅動物咯。野度動物嚟講，其數量已經當少嘅。故是講人家就可以當好去保護佢哋。天衣類嚟講，就講當珍貴，不過數量上無很少，也無危險，不切種嘅嗰種動物沒有需要人家嚟保護。嗰係有種就講，假數量嚟講很易到，不過咧，假嘅數量講，因為人家有棲地嘅問題佢棲地越來越少嘅時候佢就會講，假數量講，慢慢地會越來越少。故是野3種動物嚟講，就人家就要保護佢哋。先生，我想問，下台灣有哪一條保育類動物呢？台灣嘅保育類動物嚟講其瀕臨絕種有41種。珍貴保育的它有123種。存那個保護嘅有78種。按多種地區咧，有幾種嘅陸上動物嚟講，較熟悉嘅有幾種比如像台灣黑熊、水獺，各位台灣虎虎，還有雲豹。但是呢，雲豹呢，佢也經過多年嘅研究嚟講，已經多年冇看過嘅。故事嚟講，雲豹嚟東亞嚟講，已經7種。其實多年其實還有雲豹雲豹。唔過唔係來咗台灣來嘅而係東南亞來嘅嗰啲雲豹嚟講，留台灣嘅雲豹，而係屬於一種亞種。其實看起來全部重樣。唔過就個基因嚟講係冇重樣。一般嚟講係講保育類動物有係哪一種？猜一下，乜嘢？白鼻心。白鼻心當道，對，白鼻心當道。還有冇？沙虎當少。穿山甲，穿山甲當道，穿山甲當道，佢因為佢數量當道，嗰個大概有宣傳嘛，穿山甲係保育動物，做唔得事咯，
做唔定自家休哦。故是讲穿山甲的数量目前来讲会进步。其他还有台湾猕猴啦，有山羌啦，也就通过，也就全部会送到动物园来。如果这样加讲的这种方式去做处理。先生，想要问吼，头下就讲到，内连动物园做的世界就促送的动物，咁就如果出送的台湾黑熊。出送的台湾黑熊有哦，我哋会天数，然后就做检查啊，就做麻醉做检查啊，各位，还就做老是送到机器给片，因为机器给片佢有一只特别的方式哦，比如讲佢会熟胎以后佢会先标的较胎笼的做个野放的训练，训练后知道佢做的都野外做的都适应了以后，人家就将会直接标出去。先生係想問台灣舞踊上到用8年，佢有乜個特殊嘅習性？嚴重問對啊！台灣舞踊嚟講唔講有人看一個圖假規身咧毛係無色嘅，我記得特別咧佢胸襟前有隻像白白嘅毛唔該係像乜嘅？回力鏢。回力鏢喺咪像嘅熱講？對冇？半夜型嘅。半夜型。故事講黑白人客家話來講叫熱熊，熱熊。個人看就係而家當貼嘅所在，講夾屁股夾屁股當真乜嘅？唱叫嘅。唱叫對冇？故事講黑白人會來係講叫熊，叫熊黑白係罵人嘅話咯。個人看住佢加上算講嘅佢講嚟講就體重差唔多會多輕重都多200公斤，喺馬嘅話差唔多較細隻，就差唔多100公斤嘅左右。所以講佢會做掉佢做掉唔講也半塊一頭也就做佢也對跳蚤嚟講也係上做嘅掉唔講搶乜嘅？搶吊吊。做埋幾多做都搶係搶吊吊樣。本條嘅呢批啊？唔係。通污面來嘛？其實我唔用人去 TV 其他感覺我唔咧從呢去衰模，我知道樣。較舒爽，加有個當風對冇？個當風。嗰時講喺台灣舞上嚟講，留拍攝上無重樣嘅所在先生，我想請教一下台灣舞熊有乜個特徵佢有乜個特殊嘅癖好？台灣舞熊假特徵嚟講佢假活動力當強個熊，人家講虎背熊腰佢當有力。嗰個舞熊佢當好夠水嘅，佢咩個求生嘅嗰個佢當咩當個特殊嘅。一般嚟講舞熊佢呢種特別嘅行為樣嘅行為就講佢會企起來，佢企起來要做乜嘅呢？強人。叫看人看人嘛危險，冇做看人嘛個好色嘅冇，一種行為。唔過佢企起來嗱一般嘅動物企起來冇重要，唔講叫係咩個企，對冇？羊係咩個企？我企起來嘅話唔得注意隻後腳，隻後腳嚟講，其他動物後腳係彎彎唔過熊嚟講，佢後腳係側咧，所以企到動側。嗰人咧做得用行路行路衝人嚟行路，佢當到都嗰個叫乜大腳怪其實黑白人其實係熊，有可能啦先生用8年都讓我看出台灣舞踊嘅蹤跡。其實你去山嘅深山地區雖然講冇看到舞熊嚟講，不過你都注意講，佢有些東西舞熊會留下來，乜個東西？比如講舞熊嚟講，佢有爪，佢爪嘅佢會欣賞，會越來越長。不是講佢下擺會多樹嘅蛋糕佢爪，隻爪嘅目的係想係做乜嘅？磨指甲。對，像個貓嘅種佢有留喺爪嘅。
无法当的，无的话哦，就会越上越长。将来的下摆如果有看到佢走越上越长的时候，就会样，广对，会多见哦，见到手都肉地来哦。那我迄种来讲吼，那看书的当个，下摆上机会身体会痒哦。技术唔拉长，唔充盈哦。佢會走，尤其係背囊佢走唔到，就咁樣佢走樣。你像你不求人，佢情書嘅按容易。因為情書嘅，佢書係no。啊，no嘅時間哦，也個磨啊，磨就會掉到個書嘅。哦。嗰時你看見磨。你看見磨會到個書嘅當個哦留下來，你就看當個會磨。嗰個哦，佢。上诶，加个事哦，青苔，动态上哦，嗰个地方哦，你仔细看哦，就会有动到个种子啊的，因为其实是动到水果啊的，水果啊的，嗰个核果类的东西，嗰个东西要给磨成话就会留个屎哦，从它来出来，从它来出来，我们看下屎，你要啲杀附什么东西吗？唔啲呢，先生。唔啲啊，其實佢殺附嚟講，佢係生肉啊，只要係肉嘅東西，佢全部都係食。所有的小動物有的哦，全部其實都係食。佢按你狀況之下，佢做乜嘅行為切中？一般嚟講，假使留嘅一種動物，像山羊啦，嘅啲動物毛馬窮樣，你一看咯，都看得出來。啊，一三隻地方啊，你看有爪嘅，所謂爪片嘛，有毛嘛，看也係屎。哦，你這地方一附近你可能有烏熊啊。嗰時講你出山嘅時候，佢會健行嘅時候啊，你就要當注意。哦，一定要注意講有烏熊。因為烏熊嚟講，保育做越好嘅時候，佢越來越多。哦，難免會堵到佢度。哦，啊會擋危險。故事講也就一定要注意講，也就天氣。哦，尤其係種情況可能要揭山啊，咁啊，帶女朋友揭山嘅時候，你一定要特別注意人嘅安全。哦。先生，我想問吼，內底樣辦愛保護個台灣烏熊？哦，做乜嘅保護烏熊哦？其實嚟講吼，台灣烏熊係台灣清太雜嘅哦食肉目動物。哦，一種動物嚟講吼，佢都生態系上哦嚟講，佢屬於一種關鍵物種。你要點乜咁多關鍵物種？我知道係唔係佢上到下老品種嘅動物啊，有佢冇強樣嘅特徵啊，用嘅。講對是咧，總講有。佢較太雜。較太雜，唔係太雜係咩關鍵哦？超唔重要。唔係哦，其實佢喺台灣來講，清太雜係食肉目動物。那食肉目動物來講哦，如果講佢喺剛才講過啦，佢乜嘅就生嘛，對不對？佢會食種子啊，食植物啦，哦，食肉啦，哦，這樣的哦。啊，台灣嚟講，佢係有動到一種動物咯，佢咩會食？比如講台灣嘅野山羊啦、山羌啦、哦梅花鹿啦、條塊哦水鹿也得，有的通常係食臭嘅，對冇？哦，假使講哦，台灣烏熊冇嘅，乜個動物會變多？山羌還對喎。有的食臭嘅動物會變多，對冇？啊，食臭嘅動物會變多。動到以後，比如老臭嘅是薑薑，老臭是薑薑。按植物係是薑薑以後，哦，乜個會磨食？植物是那個。加森林會磨對冇？哦，森林。加昆蟲會磨食對冇？加鳥嘅會當磨食對冇？故事講，一種動物佢消失以後，就會樣樣動到種物種，哦，亞種嘅話做很多關鍵物種。所以這個關鍵物種一定要特別去保護的哦，係嘅意思。先生啊，想問係講到山風渡到台灣烏熊，我用加啥？哦，佢也就唔多特別注意哦。剛才講哦，其實台灣烏熊佢係生肉啊。哦，前一波有個新聞講，佢
走到个年呢，三档过避难小屋地位，都会垃圾桶清东西色，哦，伊表示讲嘛，都市动要清到东西色的，哦，加强伊嗰时候啊，已经都市已经动摇的，啊动摇的时候，其实看到嘛个做上色啦，看到伊咪中央咯，不是讲动危险，动危险，哦，啊，你直接看到上的时候哦，天然我看起来行为表现很弱，只讲伊个行权来话，其实你做直接做推，哦，啊，你看到伊个慢慢的走提了以后，你就讲注意点去，哦，慢慢的没有推点哦，啊，有一种特别的情况，就会讲，你拄到用上马带上肢的时候吼，这种你就特别注意了，因为这时候上马会变到动哦，因为要保护家生人的，故是讲如果动哦，伊个吃到有嘛危险的东西，伊就会咬你。故事来讲，当我个轻度发生个上马咬人的案例哦，所以因为佢带家生人，哦，佢我保护家生人就会咬你。故是讲看到安尼东西的话，你就直接推，想办法推。嗰个吼，你推的时间吼，你要看电视，唔好用走的摆弄对电视哦，因为上其实走起来，变成个夹动作哦，唔切对走命哦。故是讲，你讲我如讲读到上的话，轻好的方法就会远离它，哦，散发烟头的，莫老爷正面对斗。你要对杀父什么东西吗？唔对呢，先生。唔对啊，你不搞没有什么的。饲料。饲料咩？是诶。几多野外哦，可以摸饲料的是诶，关什么个？露出诶，关什么个？杀哦。其实你讲的全部对吼，其实佢杀父来讲，佢嘅生肉的，只要係肉的东西，佢全部都会食。所有的嘅小动物有的哦，全部其实都会食。故是讲来讲，佢安尼状况之下，佢做乜嘅行为切中，乜嘅都會食啦。唔將屋企攞杯鹽嘅按到，都唔係我事，其實嘛我已經越來越少。阮做去賣錢的。做可以買錢，因為東電影下賣動多錢。頭擺可能有啊，啊係要乜比較原因？佢收夫嚟講嗬，因為佢成發嘅範圍嗬，老人會中下。其實收夫嚟講，佢一般咧成發都較矮山嘅檔嘅以下，差唔多800公尺以下。丘陵。丘陵其實都當久以前啊，其實。佢耐住油啊，耐住油，多開上耐住油。不過佢本人哦，一腳到3度吼啊，其實原住民窮樣啦吼，佢變腳到會便宜哦。佢唔係講當街嘅片哦，佢其實係無奈何變腳過去吼。啊，故是講佢老人衝下嘅時候，佢看到馬就上身嘛，啊人熟當到嘛嘅。你一般人會熟堂啦嘛，幾位，我說你乜嘅？對，我乜嘅？鴨嘅，哦對哦，這個東西來講，咩算其他就係說的東西之一咯。安尼話講，這種鴨嘅啦、雞啦，有點全部怪嘅吼，其實當好大嘅食物嚟講，其實我。8擺吼，其實會投食。啊，頭擺人熟雞熟阿伯冇講，有人講係屋嘅試起來雞館嘅地方，全部都滿山走啦，冇做嘅籠嘅青菜味啊，雞都等於去哦，就係熟嘅。啊，也按你熟嘅方式講，殺父看到乜樣？點樣？可以先咬佢。先咬啊，對啊，幾天會咬佢嘛，對冇？嘅按好做嘅獵物嚟講，幾天會咬嘛？啊！啲咬死雞咬死也未好，農民乜樣？有刺激。對啊，嗰啲農民啊當興佢啊就，嗰時看到安尼咩嚟講，安尼殺父嚟講哦，看到就刺。哦，因為嚟講台灣人講佢台灣人冇乜生命嘅，佢
进讨厌就讲佢會去咬人，不解嘅壓尾人。哦，同學你也點冇？以這原因，當初嘅原因，你會造成嘅殺父嘅數量變到減少，點乜嘅原因？除咗佢會是基本農民造以外，唔知呢先生係乜嘅原因？什麼問題？你我咁講。好，其實有一個問題哦，老人沒有關係啦，因為佢講假殺父嘅基地哦，變當零碎哦，當零碎時候哦，佢到一個基地，我行到一邊嘅基地，中間會有乜嘅？路，中間會有當到路嘛，馬路有的，啊路當會乜嘅？茶當道嘛，對嘛？茶當道，哎，我講到，不是講人家有一個新的名詞，很多路殺，乜嘢路殺？馬路的路殺手，馬路殺手，他不是馬路殺手，他不是殺人哦，他是被殺哦，他是被殺，他是被車撞到哦。那原因就在於說，因為佢條基地哦，當較細隻，佢可能喺過一條馬路去尋食咧東西，冇再過一條馬路去尋朋友，哦，冇再尋朋友，尋嗰個，尋係對，佢都行嚟行去嘛，啊一種。其實佢的那通訊號，佢大部分係暗部頭，連暗頭佢是活動，啊，意思頭撩，意思叫水木撩，暗部頭會行嚟行去，啊，佢行到馬路檔個，佢查嘅天賦動講，一起把佢叫乜嘢？講到看冇？我昂頭，我昂頭，佢說啊，幾乜嘅東西？哦，等於啲幾乜東西嘅時候，佢就。小聽冇得俾衝到。啲先生係想請教一個問題，像殺父啊，以前嘅時節叫佢咬嘅痛苦，咬嗰啲痛苦叫冇，不面嘅廣州人啊，係向嘅愛人啊，主動啊，嘅用埋做一個平衡啊，要做啲保護呢種嘅殺父。其實嚟講嗬，嘅殺父嚟講，佢唔太早，細細早嘅。其實你講唔觸到我哋嗰種野雞啊、鴨雞啊條嗬，仲加好頭嘅，唔會有冷窮嘅地方。其實。你是做唔落嘅嘢啊！對嘛？標度危險咯，殺父就唔會標呢啲地步度。對，殺父嚟講，佢唔好講強做緊一批嘛，佢冇辦法創嘛。當然佢就唔會。當然，個人嚟講就係習性咯，就習性咧，你講20條料，啱唔條出來打聲嘛，對不對？不是講幾樣20條標。暗頭就屬於啦，暗用就雙贏嘅，就唔係要開到殺父，啊要嘅要料嘅，要順勢，係講做嘅。不是講阿伯幾下就講，都跌到什麼標呢？當粗嘅東西，佢稍微偏到，寫掉，按粗咪，不過另外一種有一種方法咯，其實殺父嚟講，其他本人大。本人作到強，其實佢當強人。不是講後擺都喺其他地方，都不用睇垃圾哦。二把到二用你要做些你不用垃圾哦，對嘛？你垃圾哦不用動喺上，就人講法喺上嘛。人落上一條，佢一睇到嗰種上，其實佢就冇行嘅順哦。但係都係保護人嘅東西。上尾到見過人家喺討論嗬，你一度係有咩問題？冇問題。其實通過啲報義嚟講嗬，其實佢老經濟一定有衝突，不過衝突嚟講嗬，已經做得克服啦嗬。比如講像阿舅，有一件事情就講審查要開一條路，不過嗰條路嚟講，佢會經過殺父嘅廿七時地啊。經過評估以後咧，一條路仲冇開，冇開，其實對經濟來講冇乜嘅影響。啊，唔過殺父嘅保育嚟講，就是得到動態保護。
哦，其做的本家数量哦，唔会因为安尼路的问题哦都变少。故此来讲，其实经济来讲，然后动物保育其实佢做得强下行，因为讲杀虎唔咧保育都好，其实唔都做得转移观光也得。接着其实做的就讲，安尼咩做得两面都兼顾来讲，故此保育唔係講一天要犧牲經濟，哦，經濟每一天要犧牲動物，也就講保護動物，哦，一天要做到嘅工作。哦，今日要考試送個鴉片，哦，希望大家有一些收穫，哦，啊，安之些。